节课，甲咱介绍总之几间方面的原型，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。请你的分享师出声，大众请起立。 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请坐下。欢迎咱各位点老师、各位领导、各位在座的青年代表，大家午安。教师午安。在你遮呢，相信咱拢抱着一份感恩的心，大家当伫咱老母的圣堂来听闻经法，在听闻过程，一方面。 把咱的心性会当净化，另外一方面，对着未来的道路，咱有一个更较明确的目标。所以今仔这个班是咱老前人的历史之一。那么老前人在一生的修办中，相信咱各位前人大家拢真清楚。 会使去三位前贤，就是三位讲师，咱道场中上优秀的讲师，从咱老前人伊在一些修办的精神，也拢一一毫不隐瞒情形之下，提供予咱各位前贤来着。所以咱个下课，应该讲是该讲的拢讲，该听的拢听。 所以就话呢，这节课，你就着好老前人在短短两万千句，你家己的情意所讲出来，当然这是一件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但是，无管时间的长短，无管道具的济少，无管咱个人的专业如何，总是咱今仔日。 咱会当把握这个机会，会当听，咱尽量来体证去感受；会当做，咱尽量争取时间，会当来把握。这是咱摇圣堂，咱在这个历史班内底上界重要一门课。尤其咱未来道路的启动，毋是伫点老师的身上而已。 也毋是伫咱前人的身上而已，你是在哪里呢？在咱各位前人，咱大家行到头上。所以在这个天书共办之时，无管咱在道场中担任了任何的职务，咱拢应该爱尽心尽力把握，好好甲这条路甲行。所以这才是咱。 建议各位点老师在长期间做长期人才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准。所以，好老前人的一生的写照，以后下个人的这个见解，伊主动就以非常精良的建筑师，因为遐做建筑，所以用建筑方面来甲各位前人来互相来。 探讨，建筑师伊主要的，就是要如何在平地上设计出了一栋
非常美范美论，非常有功能，非常有美感，非常有艺术感，非常会当适合咱人所住的一栋建筑物。那么何老真人这本历史，各位有时间，咱真正好好啊去甲伊细细品采。依照咱修办道这个过程，如同建筑师一般，已经甲伊设计甲非常完美。但是咱知影，一个好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图面，必须爱安怎？一定爱有一个真好的施工者。所以呢，施工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依图施工，照标准规格去施作，该安怎做就安怎做，绝对袂当安怎偷工减料，对不对？如果若是偷工减料，那么这栋厝起起来变危咯。尤其你来看咱最近地震灾害足多，尤其最近四川的地震。你讲看遐建筑物，敢若豆腐角啊，一栋一栋倒落，检讨起来，就是伊的结构做了无好。尤其大地震，伫台湾嘛足侪厝倒落，检讨起来嘛是甲关联有建筑有真大的关联。所以一栋建筑物要建得好势，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步入、每一个施工的过程。拢爱足用心、足注意。咱知影水泥的强度，伊每平方公分会当承受3000磅的压力，比石头较重。但是如果咱若施工不良的，这个水泥碰了了，伊变成一栋非常脆弱的围栏。而且咱在做建筑这个过程当中，始终感觉讲，建筑物要起个好势，就是以咱修办道内底，迄句真正的良言，叫做啥？真足。所以过去学师啊学徒3年4个月，师傅教你就是迄两字真足。真侪真好有好工课的师傅，往往拢失落在这个真足的这个缺点上，往往因为失注意，而伊付出的足侪遮个精神甲物力，变成动物。所以呢，这张图已经画好势，但是看咱要安怎去。好啦，这年甲咱修办道这条路径也已经铺好势啊，但是看咱要安怎行。所以今仔日历史班，伊上爱重就是要。会当互咱在座各位前贤听法的前贤代表，会当来体证，会当来体会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咱在修办的过程，咱要会当来达成修成天下的志道，培养成天下的志德，要做到上界优秀、上界好的阶层。首要条件就是爱有上界好的能力。所以，咱在修办的过程，咱会预料了真侪外来种种的事物的考验、人事的考验。那么，在这个考验过程，咱拢会当一步一步、一项一项甲突破。不管是在外境上，或者是在咱的心境上，因为咱会当不断的去突破，咱才会当真正站入这个佳境。虽然知影讲。世界金融中心比这个美国纽约，美国纽约这个中心呢，会当进入到这个中心的人才，是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内底选出了精英中的精英。那么今仔日在三期普渡之时，会当来承受书面的，会当来办理天道大事的，咱在座各位也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咱会当坐伫遮，相信咱已经经过无数次的考探、无数次的考验、无数次的折磨。修办道这条路真正歹行，但是咱已经甲行过，这是咱值得骄傲的所在。
当然在未来要安怎行，所以咱老前年伫遮呢，甲咱留下了真好的一个图景。所以这个看，好老前年甲咱讲种子，咱要爱激进道务，以求进步。那么爱顺正道务，以求发展。即句话重点，拄啊两句，道务爱激进，道场爱顺正。咱前日时常讲，咱在修办道过程，爱依照着过去古圣圣贤的脚步，但是在修办道过程，在现在修办道当中，咱爱适应着现在时代潮流，所以办道爱古典化，修道爱安怎现代化，安尼咱才当甲搁较侪兄弟姊妹咧。融为一体，所以咱在革新当中，再当进步。所谓革新呢，就是就咱过去无适当的观念、无适当的方式，透过智慧观照甲改进。亲像咱一间公司共款，公司的事务若无经过革新，这个公司无法度成长，无法度甲社会、甲任何公司来竞争。那么修办道若无革新，咱可能死古不化，咱无法度现在的足侪兄弟姊妹来融入，所以咱一贯道慢慢的行出着这个社会，慢慢行入了这个学区，慢慢的行入了这个人群，在这个慢慢一步一步当中接受当中，咱会看讲。兄弟姊妹需要啥物，那么咱应该提供啥物，所以这个必须要革新。唯有革新，咱才会当甲人竞争；唯有革新，咱才会当来不断的提升。所以道务要当进步呢，首要就是一定要有革新。那么道务要来发展，一定要纯正。所以纯正，就是在推动道务过程，咱每一个人。拢爱保持一个纯正的正念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咱心若真，一切就真。如果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咱的心若无真，一切都假。所以，会再去下一步，咱的上讲师在这个论点上咧，已经甲咱提供足多。所以未来咱要安怎做？未来咱这条路要安怎行？未来道务要安怎推广？好老这人呢，已经甲这个蓝图画好啊，只是看咱实际咱的道理呢，要如何去做，安尼而已。所以伊在这个细分内底到这个点内底甲咱讲，革新道务，以求进步。是修道讲道之水准爱提高，发扬道务以求发展，是办道开放的范围爱扩大。简单甲咱讲就是讲，咱在即阵修办道，袂当自我设限。咱若自我设限修办道，行袂出去。咱修办道嘛袂当自我设防。自我设防的心态之下，别人行袂入来。那么咱行袂出去，外口行袂入来，迄堵树你甲看卖，互咱在修办道当中，咱无法度家己发展。所以呢，要革新道务求发展，就是讲，第一，首要就是讲道水准一定爱提高。那么，我甲咱讲一句话，法呢无定法。在医学来讲呢，药无贵贱。那么法无定法，药无贵贱，定义也就是讲，咱要如何会当合法应事？在咱推动道务这个过程，咱要安怎会当来协助咱的点老师，协助领导，
甲咱整个道路透过着咱的慈悲的心，然后慢慢甲伊展现出来，互搁较侪兄弟姊妹会当同时去感受，修道这件事是咱人生上界重要一个课题。所以后当时时常要修，真侪人趁真侪钱，亲像咱台湾的郭台铭，世界有名气的戒指，因趁足侪钱，但是这个钱是一个数目。确实有人讲一句话啊，咱虽然趁足侪钱，银行簿内底零直直加足侪的时阵，但是到有一天，你若去甲上帝斗做伙时阵，请问，这个数目甲你敢有关系？安尼敢有关系？咱人若规空气离开世间去，所有的钱财，所有的这个财物，甲你一点点仔都无关系。但是矛盾拄啊伫即个所在，咱明知影无关系，却是向无关系当中足用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咧，小玉常咧讲，做家爱请，做人爱变。但是咱见请请唔对，变嘛变唔对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来修办道，咱就爱有即种观念，必须爱去提升。咱要安怎会当照假修真4字，做咱修办道当中自我一个作用。也因此讲，咱整个未来道路要进步，咱在这个讲道的这个水准一定要提高。当然，咱要讲出一个真好的道理，咱毋是凭空就会当讲出来。咱毋是像过去佛菩萨，毋是像过去咱六祖慧能大师，会当听闻经法，当下开悟。但是咱的本质是甲伊共款，因为佛甲咱讲，众生该具有如来必须吉祥，众生该有佛性，众生该能成佛。也就是讲，咱的本来迄个本体就是佛。但是咱在背的时阵，咱毋知安尼意义，所以咱背的时阵，咱比外境尽量以义来甲咱应用，所以使咱人生的即种的观点产生了改观。所以咱若道务要会当推广，咱道务要会当进步，咱首要就是爱人才，爱自我提升，自我提升就是爱学，爱学。所以有我太太过去这个台剧的啥，个连续剧听讲演几啊档，然后若转去就看伊咧看迄出，暗时要困嘛看迄出，食饭嘛看迄出，休困嘛看迄出，或是讲这敢有遮好看，换点会生气为虾米？因为伊甲迄个戏剧当做伊每一工生活当中的必需品。那么你来看。有倒一个讲师，规工要看电视、看戏剧，伊会变成一个真有用的讲师人才，敢有？无啦。若讲天开无迄个白吃的午餐，对不对？所以天开竟然无白吃的午餐，就是讲无迄个不劳而获。成功爱拍拼，但是拍拼无一定成功。何况你今仔日无拍拼，你更加免谈成功。所以咱在修办道当中。咱的讲道的水准爱提高，首要就是啥？爱自我充实，对经典爱去研究，对咱中国文化，咱来去学习。安尼呢，无形当中，咱会当继往圣之绝学。圣人的思想观念，就是咱即阵要做的定一个依据。圣人伊的思想观念，就是带领着咱将来当离苦得乐。会当来解脱人世间的一切温暖生死问题，所以咱会当时常研究道学，时常持定善知识，像今仔日时常咱会当有即个班，咱来举行，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当教学相长，大家拢有当在学习当中不断的自我成长。那么自我成长，咱的讲道的水准悬，咱去到社会。会当互人肯定讲，一贯道的人才，大家口才足好。而且不论讲口才好歹，但是对一贯道的人才，只要是一贯道道生出去，即摆社会足侪人肯定。
为什么肯定？因为咱一路真正非常的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安尼行。所以咱的工业水准若有提高，咱的道路才有机会通革新。咱的思想观念若无先去改善，咱的行为，咱的做法就无法度去改善。所以咱来了解，一个人的因果开始就是思想观念。所以拄则咱用了就甲讲，咱毋通去轻忽了迄个一点点的思想观念。这个思想观念呢，会造成了咱一个人看法的偏差，甲正确意。所以由思想观念形成了一项思想的定局，然后伊的习惯、行为，到最后造成伊的个性，到最后塑造着伊的命运。所以咱修办都是足现代化，无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，咱在每一工、每一时、每一秒，拢会当随时随地，互咱的即个思想观念重新来做一个事。会当重新建立了真正一个健康的政治正确。所以呢，道路要发展，就是咱的办道开放的范围爱扩大。那么咱老前人会甲咱交代这话，代表就是讲天时紧急，天时紧急。即阵有足侪物件，咱真侪咧遮吹冷气，敢若真舒服。其实外在足侪环境的变化，咱毋知。科学一定甲咱印证。搁毋免几年了后呢，咱即个世界有个国家毋免战争，伊自然就灭亡。各位一个，咱敢知影啥物原因？温室效应。咱知影南极、北极的即个冰块大量融化。迄冰若去互融化变啥？变水。水一旦融化呢，咱地球的海平面会安怎升高？所以或许第一就想着威尼斯威尼斯是一个海岛国家，伊可能第一就先去水甲淹掉，毋免战争。这是人类当中未来当中上界大的课题，上界大的课业，所以叫做天时紧急。所以在天时紧急这个个未形成以前，圣人已经洞察，已经知影，所以甲咱讲，赶紧修办道，赶紧好好把握时机，会当行紧行，会当走紧走，会当做紧做。那么协助咱点老师在未来当中，感恩互咱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融入在修办道当中，咱会当来学习，咱会当来成长。所以有真侪人才感觉讲，道务工作敢若真正压力足大。点老师一工教要求这要求迄，但是你若以世界角度看，咱咧用感恩的心去看，加在我在我生命迄过程当中，我真紧有投入，因为有投入才会深入，才会刻入。所以呢，咱在道务要来革新，道开放要来扩大。当然，以上这个就是讲到咱基本好老前就甲咱讲一个要点。过来，道务要推动革新，要当扩大首要条件，必须爱上下一贯，相互配合。咱在道经内底，捌看。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，但是伊个国家的强盛伫军事。军事之所以强盛，就是伊遐将军军官拢走头前。今仔日道场咱甲看卖。敢有人才讲去开放点老师美丽后壁有无？无呢，点老师拢走头前。在国内开放，到国外开放，一路行过来呢，拢是如此。所以点老师伫头前行，咱今仔日要当承担使命，咱是在修办道当中的一份子，
那么咱要安怎会当来去讲了完？当然，咱一定爱对调。所以呢，咱整个上下一贯、上好配合，这是咱老前人你甲咱讲未来道路要当发展，甲袂当发展，这是一个足关键所在。所以第92点呢，伊甲咱讲上下一贯是上下爱一条心，互亲互爱，求一气贯通，互相配合，是要爱分工合作。互相互客来推行道路，这拢是白话。那么各位前人，敢若看咱就知影。但是在白话内底有一个真深层的含义。咱在修办道当中，毋是敢若出字出。哦，过去伫政治有一句话讲：我动动口，啊，你们头发回。那做到修办道，伊安尼做，这个道路要推动困难。在咱的行业，你会当来开拓，那安尼做呢，咱的行业要成功也困难。所以咱要安怎会当上下一贯来互相配合，当然就是要有共心。哦，所以共心就是啥？同体、同行、同住、同命。一切在修办的过程，咱拢是依着师尊师母这条精神，来好好啊，尽甲咱本分爱做工课。所以人讲一条心内底，夫妻若当同心，哦，离土变同心，这大家拢知嘛吼。那兄弟会当同心，其利断金，迄个力足强。那么道场会当同心呢，咱就会当自心展现，无所不办。无所不通，因为上天毋是爱咱的外在财物啦，上天是爱咱这份的心啦。所以耶稣就讲啊，尽其心者必其性，必其性者则其天啊。咱会当尽心去做，问心无愧，对家己的良心交代你，毋是你外上好，毋是你比济少，毋是你比悬低，毋是你比你有钱甲无钱。毋是你比你交讲道理，也是交道人，毋是，是你尽心。咱尽心去做，咱就当建立一个修道人的本法。所以过去一句话你讲，鱼浮一粒，牛拖一车，同义。狗遐拖一粒米，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是伊尽心。牛拖一车，几若百万粒米，伊嘛尽心。在迄个本体当中。其实伊是动的，所以咱道中有真侪优秀的人才，嘛有真侪真可爱的人才。但是不管咱在道场中扮演啥物角色，咱拢会当得意，会当好好来做文书做文书，哦，厨房做厨房，三宝归三宝，道人归道人，哦，人才归人才。那么整个道场整个上下一贯，那么这一条心落来，这叫做天灵金属连续。哦，不但会当如此呢，还佫爱互亲互爱，求一体贯通。因为咱在修办道过程，差不多咱拢爱披星戴月。真侪人为了要参班，哦，利用暗时啊开车，开到遮半暝3更。有当时困眠无够，火气大，情绪就无好，对不对？虽然我真拍拼咧做，但是我内心内底即个气，我若无去调到，有当时往往真容易在某一个所在产生了无好一种的即个表态。所以呢，除了一条心以外，咱爱人在甲人在之间，应该爱互相体谅，叫做互亲互相包容。哦，那么会当互相体谅、互相包容，那么这个气不通而通。咱搁较咱辛苦，只要咱的心呐有迄个关，搁较咱艰苦，咱拢做咧甲会真欢喜，对不对？如果咱今日心不甘情不愿，总会互你去承担一件足简单的代志，但是你会做了非常的不自在。所以上界定就是讲，这个一条心内底爱温装着互亲互爱。
道生甲道生之间应该要互相包容、互相体谅，因为咱大家同时伫办天书，毋是办事事。吼，咱地协做咱的点传书，免啊，甲咱地方。